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确实是软者有限的人，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开阮的心，就知阮爱名字你会出世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我相信咱中间应该真侪人已经领到10000块啊。请问领到不要紧啦吼，你若无领到嘛不要紧啦吼，领到请举手互我看卖好无？啊，唔知影家己是毋是有领到的吼，不要紧吼，只要有领，我听讲啦吼，只要有领老人年金的吼，拢直接就寄入去你的户头啦。所以咱嘛会当去户头看卖啊，查看卖啊，突然间加10000块呢吼。听讲啦吼，听讲是安尼啦吼，有的人的户头是会当自动的入去的。啊，会当，咱来知影会当，也无做啥对无？啊，就领到10000块对无？安尼到底是好的政策，还是咧为着未来？因为咱来知影这叫做欠债啊吼，为着未来先支付未来。会规定咧，其实这当然会当讨论，不过这嘛是爱感谢咱今仔其实是活伫一个民主制度内底，政党互相的恶斗。我安尼形容唔知对无吼？政党互相的竞争啦吼，安尼讲可能较正面吼。政党互相的竞争，咱才有可能伫今仔日的。现在拄着即种代志，对无？古早咱完全无法度想象嘛，所以嘛是因为民主的制度内底，政党的竞争，咱才有法度拄着即种代志。总是另外一项重要的是，咱若要领到即条钱，咱爱知影，咱爱有一个起码的身份，迄叫做中华民国。国民的身份，公民的身份啦，对无？咱来凭的是啥物货？凭迄个公民的身份，才领会到这条钱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其实咱亲信，咱有一个天顶公民的身份，总是另外一个部分，正做一个基督徒，嘛有一个地上公民的身份啊。咱这两种身份，常时拢存在伫咱的身份顶头。只要有咱中间有摕身份证，咱就知影。咱来知影，伫初代教会的这个信徒，因伫罗马的社会内底，绝对是上衰、上边缘的一群。所以，这款的群体。因要面对上大的压力，其实就是在上这个领导者的权柄。伫新约中，其实写了，其实所有的学者拢讲，伫新约中写了上直接的教示。实际上，这也是历代教会一直咧争论不休的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读到的这段经节。叫做《罗马书》第13章第1到第7节，到底保罗伫遮的教示是放伫每一个时代，拢爱照安尼做的伦理守则，也是因为伊面对当时的时代的压力，才做的对策咧。这伫每一个时代的教会，拢咧争论这项代志。保罗是安尼讲，《罗马书》13章第1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逐个人要顺服伫顶面的权柄。我要坦白大家讲，当时只有一个权柄是伫顶面的，就是皇帝。当时只有安尼尔啦吼，无别的。若用这字来讲，迄个权柄的意思，其实就是皇帝尔。迄个时代嘛，无现在的社会，甚至伫教会咱咧讲属灵的权柄，无。
所有的官兵指的，若毋是罗马皇帝，若无，就是伫犹太地内底遐犹太宗教领袖，只有安尼尔。总是这两个，拢对教会，就是对基督徒，拢无真好，拢充满对敌。总是保罗却安尼命令罗马的信仰群体讲：恁爱顺服因，是安怎？为什么保罗要安尼来吩咐？伊的理由是下面。罗马书13章第1节下尾段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啦吼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官兵拢是对上帝来，掌权者的官兵拢是上帝制定的，所以原文是未有官兵，但毋是出自上帝，用迄个否定的语气咧讲，原文是安尼吼。若未有官兵，但毋是出自上帝。遐现在有的官兵是互上帝所指派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加尔文是安尼认为。加尔文认为讲，保罗真细致咧处理这个议题，亲像是当时有真大需要，伊才会安尼讲。总是啥物款的需要，咱今仔日毋知。伊爱罗马的信徒心甘情愿尊重这个在上官兵的人的官兵，因为因的官兵是上帝为咱的福利所制定的，对咱是好，所以掌权的是上帝用来维持特殊合法的手段。罗马书13章第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反抗官兵是违背上帝所制定的制度，反抗的人会受审判。既然这真题叫做，既然官兵是上帝所任命的，那安尼咱爱互伊合宜的顺服，那反抗就犯背逆上帝的罪。实际上，这种顺服官兵的观点，毋是保罗家己凊彩的安尼讲的哦，毋是哦，是因为早伫受掠前后的先知书，耶利米25章第9节，以赛亚书第45章第1节，以及但以理书第4章的32节内底。这正先知就假使以色列人，就是外邦异教的统治者，咱嘛爱甲伊尊敬对待，甚至为因来祈祷。咱会当参考耶利米书第29章第7节。John Stott 这位牧师咧提醒咱，伊讲保罗伫遮。虽然安尼，保罗伫遮所讲的话，咱嘛爱真谨慎来解读，因为上帝无设立暴君，伊嘛无为着这个在上掌权的背书，伊阁无讲永远袂当反抗因的官兵。保罗只是对咱讲，所有这个世间的官兵拢对上帝来，总是若这个在上施政的人，若滥用因的官兵，凊彩恶白来，甚至对遐做歹的颠倒来奖赏，对遐做好的颠倒来刑罚，敢讲咱阁要顺服吗？所以保罗刷落去，就举起一个在上统治者理想的典范，这是一个真理想的典范。罗马书13章第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统治者毋是要互做好的人惊吓，是要互做歹的人惊吓。你兼无爱做一个免惊有官兵的人嘛？若爱，
到最好，你就会得到称赞。加尔文嘛提醒咱讲，这个保罗伫原文的内底上头前叫做因为，迄个因为，这个是一个连接词。这个因为是咧指前提，毋是指结果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前提就是这个在上统治者上要紧的关心，因爱追求甲支持，互全社会得到福利的代志。所以伫社会顶头的行动，咱伫社会顶头咧行大。只要行好，就免惊因，因为因的剑，这原文有剑嘛吼，因的剑只会针对遐个做歹的人。然后翻译做称赞，这字有真特别的意思，因为当时罗马的皇帝会颁布一个，咱今仔日会讲奖状啦吼，今仔是用纸做的，当时因会颁布一个石板哦，迄是。现在阁老的阁看会到的哦吼，迄个称赞其实有特别的意思吼。伊会颁布当时罗马皇帝会公开尊迎遐个对公共福利有贡献的人，伊就颁一个跟他奖状了吼。但是迄个是一个石板，所以今仔日的考古学家阁找到，这个称赞其实是这个意思哦。罗马书13章第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伊是上帝采用，伊的职责是要帮赞你。毋过你若做歹，就惊伊，因为伊带剑毋是无目的，伊是上帝采用，是伸冤者，要替上帝刑罚做歹的人。头一句应该做，因为上帝的采益会为你带来好的结果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更较强调这个前提。这个前提意思是，若是因是上帝所采用的人，因的工作就是刑罚遐个歹，然后奖赏遐个好的。伊是上帝采用，伫即节内底出现2摆，所以嘛引起真侪人的讨论。所以古代的教父，真古代早期的教父叫做奥利根，奥利根就安尼认为，伊讲假使在上掌权的若迫害者的信徒，伊就毋是上帝的采用。所以奥利根的解说甲保罗伫遮的解释，两人拢共款咧讲一项代志，就是上帝才是权力的源头。就亲像咱若摕迄个银角啊吼，钱银拄仔有2面。保罗是对积极的一面来描述在上掌权者的功能甲义务。然后奥利根呢？奥利根是对消极面来指出，讲信徒无需要无条件来接受这个腐败的政权。罗马书13章第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恁着顺服，毋是简单因为惊上帝受气。嘛是为着良心的缘故。加尔文继续做出解说，伊讲基督徒要顺服这个在上的掌权的，毋单单是因为对抗因会拄着责罚，因为因的权柄是对上帝来嘛，因为咱的良心，照着上帝话，互咱来甘心顺服。罗马书13章第6节，咱继续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纳税嘛是为着这个理由，因为伊是服侍上帝的人，得执行伊的职务。
咱来知影什么会叫做纳税？纳税互这在上领导者同情的人，也是同款的理由。古早的西方世界，就是古代近东希腊甲罗马，拢真早就有纳税的纳税的制度。这个纳税制度通常分做两种税，第一种税叫做直接税，就是你只要是人，就要扣税。这叫做圣经有当时翻译做丁税，听有意思吼？你只要是人，你就要扣税，你就要纳钱吼，政府就对啊。简单来讲是安尼啊吼，无亲像今仔日啦吼，今仔日佫有人免税啊吼。古早无共，古早是你只要是人，你就要扣税，这叫做丁税啊吼。咱圣经合本翻译叫做丁税。直接税佫有第二个，就是你若有土地，嘛爱扣税。听有意思吼？咱若有诶物件，这叫做直接税。然后第二种叫做间接税。间接税就是你若做盐、做酒出来，做出来你就要扣政府扣税啊！只要做出来，就要互政府扣税。然后买卖，只要买卖产生，就要扣税。这甲今仔日嘛有类似的所在。然后你若要运送物件去到某一个所在，嘛要扣税。然后过某一个关，海关啦吼，咱今仔日讲海关，过某一个关，过某一个国家，其实嘛要扣税。以及间接税，佫有另外上尾一个叫做遗产税。古早的人会扣遗产税，你若迄个老爸老母若留遗产，应该是老爸啦吼，老爸留遗产，这囝儿若要得到这个遗产，爱扣税。迄古早的税率就是安尼，所以古早就是分做直接税加间接税，安尼听有意思吼？伫迄个时代啦，甲咱这个时代无啥共款。然后伫主前123年到主后27年。这个中间，罗马政府就当时希腊王国的保税的制度。这个保税制度这就是安怎？今仔日咱伫福音书读到真侪人对迄个抽税抽象的，就是今仔日的翻译叫做保税人，感觉真讨厌，真厌恶因是安怎？因为这个保税制度，就是当时这个抽象的人，还是抽税的人，因爱去甲罗马政府竞标啦，竞标，就是我会当伫这个所在我保证我会当伫这个所在包偌济税要交互你，你听有意思吼？啊，当然罗马政府是用什么人迄个包的税上悬来处的嘛，对吧？吼，这叫做保税。然后呢，这个保税的人就有一个权力，伫伊所徛起的所在，迄个所在保的，就是伊收到的啦，吼。除了交互罗马政府以外，剩的拢伊的啦。安尼听有意思吼？这叫做伫福音书内底咱会读到的这个保税的制度。所以当时的人对这个保税的人真无好感啊。然后，这个政策嘛，互各地方对罗马帝国各地方的这个保税的人权力真大，因为伊若要保税，爱有人去所以伊会甲政府机关有真好的关系。伊若无收到税，无扣到税，会请公关力来支援伊啊。所以这项代志会互各地方的这个保税的人。因有真大的权力，所以直到该撒鄂古斯都的时，伊上位才废除这个保税制度。所以，但是伫罗马帝国其他的所在，大部分的所在拢实行这种直接税加间接税的代志。
所以咱才会读到13章的第7节，因为13章的第7节就是咧讲这样代志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吼，做伙来读来。着对正人尽恁的义务，恁欠的着行，应该纳的着纳，应该敬畏的着敬畏，应该尊敬的着尊敬。咱直接读无啥会出来，总是原文会当安尼翻译，讲恁爱负所有的人因所应该负的，或者应该得到直接税的人得到。或者应该得到间接税的人得到，听有意思吼？原文其实是爱安尼翻译，然后或者应该敬的人得到敬畏，或者应该尊敬的得到尊敬。这是安尼吼，原文其实是安尼。总是若安尼翻译，可能咱若无经过解说，咱无啥知影这段咧讲啥。今日文是安尼讲，假使政府的职责是保护甲维持良善的和平，要抵敌这个歹人邪恶的作为，那安尼因就需要有够野的气力才做会到。所以纳税其实就是用来支付这个需要的开支合法的路径。所以今日文是安尼解说，伊讲，总是这个在上领导者爱会记一个是，无论因对百姓得到啥物，这拢是公共财。这个政府爱记得一直记得这项代志，这个拢是正人所付出来的财产，毋是要来用来满足个人的欲望的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今仔日咱有一个真大的差别，甲保罗时代。今仔日咱是安怎来看这个在上掌权的呢？伫民主的制度社会内底，咱无过只是单行道，就是咱毋是只是单纯咧行这个在上领导者，也是尊重这个领导者的权柄尔。是这个在上的掌权的因嘛会惊，嘛爱尊敬这个百姓，若无因就袂得到选票，安尼对无？所以今仔日的社会，咱毋是活伫当时的只是单行道尔，今仔日咱是迄个双向道呢，因嘛会惊呢。这就是今仔日民主社会可能较好势的情形，总是实际上是怎样呢？其实我要坦白大家讲，这其实嘛是一种理想，因为这个要选举的人，其实因拢有一寡背景、甲故事，然后这个要呈现伫正人面前的人，其实。这个理想甲这个背景，其实嘛影响因安怎去施政，安怎去讲话。今仔日的教会甲基督徒应该用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在上的领导者呢？真侪教会领袖甲信徒主张讲，教会应该甲政治分开，所以这叫做政治甲教会爱分离。事实上，这种主张完全无圣经的根据。对旧约开始，撒母耳就去劝告扫罗，然后伊为着大卫抹油。对以色列起造王国开始，信仰人的信仰就完全无可能甲政治的现实分离。旧约的先知一个，拢去做这项代志。先知拿单去骂大卫，然后以利亚对亚哈王甲亚西别王后来谴责。阿摩斯、以赛亚、亚利米、以西结
加撒加利亚，这个人的宣讲，无一个无针对当时的执政者来提出批判。事实上，伫福音书内底，咱嘛看到即款的情形。惊死的约翰就因为政治的缘故，互王来害死。虽然耶稣用即句话叫做马可福音12章17节做伙来读即句话，做伙来读来。该撒的米，互该撒。其实即句话嘛是真侪牧师咧主张讲政治甲教会应该分离的主张。实际上，即句话是啥物款的话？是啥物款的情景？主耶稣用即句话来化解当时法利赛人甲希律党想要联手来诬告伊、要告伊过官的事件。总是即句话，另外搁较要紧的是，主耶稣咧宣告一项代志，你摕出来，你对咱的皮包啊，还是裤袋啊，摕出来，迄个钱银啊，顶头有刻该撒的头像，就归乎伊这个政治的现实。总是上帝才是这个世界权力来源的事实，伫这个所在嘛呈现出来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主耶稣讲这句话无偌久以后，伊就受定伫十字架。这更较是政治妥协下面的决定。所以保罗咧讲，人人着顺服在上的掌权的，伊的基本信念是，这个地上所有的权力拢对上帝来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无一个掌权的，就是政府会当闪避上帝审判。因为保罗伫这张批一开始，伊就宣告，福音毋是该撒就位。咱爱知影，古早即字福音啦，迄个福音原本是咧指该撒就位呢，座位啦，听有意思无？二哥书典座位叫做福音啦。然后这张批一开始，保罗就宣告耶稣是基督，伊是上帝拯救的大溃力，这是福音。所以一开始保罗就宣告讲，伊的这个宣告其实就表示伊政治无正确啦。咱今日讲政治不正确，其实就是咧讲这样代志。对西元5世纪开始，基督教会开始将迄个边缘小看的群体这款的身份来提下，伫后来的西方世界摕到那亲像国教的地位，教会有真大伫西方世界内底有真大的权力甲影响力。总是对迄时开始，政治的妥协甲交结就进入教会。教会将原本应该属伫耶稣基督的身体交付予权力甲利益，失去性命甲见证，这拄拄好是15世纪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。随上直到今仔日，教会甲在上掌权的关系，依然保持一种微妙、真特别的关系。就亲像咱的教会代表人，咱知影什么会吼？政府看咱教会代表人叫做董事长啦，财团董事长。这其实是一个微妙的关系。对德国基督教会来拥护纳粹政权了后，后来真侪独裁政权有样看样，表面上因号称叫做宗教自由，总是教会信仰实践甲权益对自会听书圣餐的疑问，
性质人员的资格到教会的产业，拢需要在上掌管者的核准、核实认可才会使。然后因随时要啦废掉就废掉。咱爱知影，极权政府就是安尼，伊讲的宗教自由，只有伊认为的宗教自由。对历史来看，遐过去，特别是第18世纪、19世纪，这倡议政教分离的信仰前辈，因毋是要得闪世界，就是单纯想讲教会只要单纯传福音尔。只是因为当时的政权压迫，因为着要争取一点点啊传福音的自由，才会安尼来主张。这嘛说明一件代志，什么会叫做政治？政治就是你若无惹伊，伊就会惹你。换一句话来讲，真歹势。咱若有地上公民的身份，政治伊若互咱10000块，咱就痛价对无？总是真歹势哦，检查这拢爱付代价哦。所以真歹势。牧师伫讲台顶，我都互大家真简单的答案，这无真简单的答案。每一个时代，上帝百姓拢爱思考怎样伫家己的处境内底活出上帝。这是上尾迄个掌权的是我，真正要效忠对象的生命态度。咱来活出这款的生命态度才会使。然后，每一个时代的上帝百姓嘛，拢需要谨慎。假使咱若手中有权力的时阵，咱会安怎做？英国的历史学家Law Acton 这位迄个爵士，伊伫19世纪捌讲过一句真出名的话，叫做“权力往往互人腐败”，然后咧，绝对的权力互人彻底的腐败。实际上，这句话嘛，互大部分的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、甲历史学家做伙来认同这项代志。实际上，这嘛代表另外一个思想哦，叫做马基维利的君王论，侵入人的心哦。伊的君王论是什么款的君王论？就是你若有权力的人，就哪爱唔知见笑啦。唔知见笑，就爱有权力啊！所以你爱无小手段，无受这道德的拘束，这个讲法已经侵入人的心啊！总是事实上，这却甲基督徒的看法完全无同。总是咱嘛无真简单的答案，是因为咱嘛真歹亲像伫美丽岛事件的高主任牧师伫军事法庭顶头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因为基督徒会疼心甲同情心，我答应协助帮赞市民的，因为圣经爱我尊重性命协助困苦的人，所以我决定牺牲家己嘛，无出卖市民的。做一个基督徒上要紧的是找迷失的人回头。这是高水明牧师徛伫迄个军事法庭顶头所讲的话。咱真少人嘛会当亲像香港占中三主中间的朱耀明牧师，当伊互政府控告徛伫审判台的时，伊安尼讲，伊讲伫怪谬的时代，伫专权的国度，伫扭曲的社会，我甘愿会当成做一个勇敢的浪尖的人，来叫醒这个世间昏昏咧困的灵魂。咱嘛真歹亲像
伫中国的成都秋武圣约教会王义牧师，伊伫讲台顶大声讲：“咱有责任对习近平讲，我们有责任告诉习近平，伊是一个罪人，伊所带领的这个政府大大得罪上帝，因为伊迫害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伊若无悔改，伊会灭亡。”亲爱兄弟姊妹，真少人会当亲像因啊！真少人会当亲像因，用基督徒的身份去面对在上的政府。总是有当时啊，这嘛叫做十字架咯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今仔日的咱要拍的十字架，其实无简单的答案啊，真歹势哦。我无法度互大家真简单的答案。总是真歹势，做基督徒就是安尼，咱是做伙呼召来拍十字架，所以愿咱做伙来拍来行这条十字架的路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阮毋知要怎样来拍这条十字架的路。求主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